哇，你知道什么叫做地狱啊？也有考虑，我懂了。他的偶聊别人没有他，你要点你可以。那你不能味道太好。所以这衣服的念头，你吃了两个东西，然后啪就进去了，这样。他讲的尼玛是知道了吗？你就把它做完，你就试他就对了。对啊，就是啊，就不要你啊，你就讲你出两个，把它做完就对了。我不讲了，没有刚刚讲，你那么快就没有关系，没打来我就那来。没有收税，如果有收税，我回家要进入社他。像我昨天给他拿，如果你从贷款那个射箭班，是那个气枪班，就学了啊。之前我就跑去那边玩红点啊，他玩一玩之后再找那个那个他们去那边玩，然后晚上那边见。这个有掏个屁，然后没有打起来，旁边还可以放一个，那个我来看的那个红色卡片，会跑地，会嫌弃的话，对，然后一起杀，没了。